來關心咱的總統賴清德今日到高雄左營主持多工級飛彈巡邏艦彈鋼軍艦的成軍典禮，見證國艦國造政策順利推動。賴總統嘛有告刷落來，今年底進前12隻多工級的軍艦嘛會小數完成。丹江軍艦為高效能後續艦第2批次首艦。親身看海軍的官兵，總統賴清德到高雄左營主持多工級飛彈巡邏艦彈鋼軍艦的成軍典禮，見證國艦國造的政策順利推動。若是賴總統嘛預告，12隻多工級的軍艦會在今年年底進前陸續來成軍。丹江艦正式成軍，有3項重要的意義。第一項意義是國艦國造的目標達成，代表海軍堅定守護海疆、保護國家的決心，也正足以證明台灣的國家安全政策是以實力發揮嚇阻的效力，來達到和平的目標。多工級軍艦是咱國部隊性戰力重要的一環，有驅敵防空，也閣有反艦的火力，會使執行機動的打擊，也閣有鋪設地帶應對的任務。若賴總統嘛，閣借這個機會，閣一個化聲調演，應該支持國防部提出的2100億無人載區特別條例，發展無人機產業，發揮戰力，何嘗又不是如此？因此，我們希望立法院都能夠支持國防部所提出來的特別預算，務必主辦機關是國防部，預算也應該用特別預算，才有辦法長年期穩定來推動建軍備戰的國防建設。賴總統強調，台灣發展國防自主，都要用實力達到和平。嘛期盼海陸空軍會使團結一心，徛在第一線，捍衛民主，守護國家安全。記者綜合報道。